中山啲朋友實在太幸福啦！買套洋房竟然買出咗別墅嘅感覺。你睇，擁有一個37平方嘅入戶花園啊！哇，同買套別墅又有咩區別啊？今日呢套房咧不得了啦！153平方，實際體用面積去到幾多啊？220平方啊！你睇，就呢個廳啊，足足有70-80個方，夠晒闊綽啊！關鍵係咩啊？呢度啊仲做咗4房3衛。嗱，帶你睇下你間老人房先。呢間作為長輩房，呢個空間夠晒大啦，完全冇問題。全屋精裝修交付啊，交付標準都好高啊！見唔見前面呢排陽台都幫你放好晒啦？3層鎏衣夾金玻璃啊！呢種交付標準咧真係正。嗱，每個房間嘅空間尺寸都非常 OK 啊，所以咧用起身肯定非常好用啦。最靚都係你間主臥啊，3面採光，哇！仲有一個亮點，見唔見呢度啊？空中露台啊，嗱，4代住宅嘅標誌，哇！呢種感覺真係正。望出去咧，仲有個公園喺樓下啊，成個中山呢啲咁樣嘅4代住宅，獨一份